其實走火係一個由你開始走去到一個相對安全嘅地方，譬如走火樓梯，走到去最終你逃生嘅地方，呢個叫走火通道。你去邊度都好，唱 K 都好，你真係望一望門後邊嗰張走火逃生路線，譬如綠色嗰啲人仔牌啦，通常有箭嘴就係未到嗰個消防門嘅。如果寫住個 exit 嗰個位咧，就係你離開嗰間房去下一個地方，見到樓梯咧，通常推開2道門，嗰條咧就通常都係消防樓梯嚟嘅。所有呢啲綠色牌全部都係需要消防處紅磡總部咧，佢哋有 team 人係專睇呢啲 design 嘅，佢哋會睇晒成條路線嘅，究竟合唔合理？佢會有一個好清晰嘅指示，你喺香港一般走火係走到。至於你話向上走定向下走咧，一般情況底下你睇逃生路線圖，至少你入去之前係會話俾你知嗰條樓梯上唔上到天台嘅，而個天台係咪一個臨時中轉嘅逃生地方，有個叫防火層嘅地方啦，通常會變咗個花園啦，係有一個防火嘅 requirement 嘅，頂到2個鐘嘅，而通常冇機房喺附近。如果入嗰個機房要包4個鐘，係相對安全，可以俾你去唔到最終逃生地方，但係可以等救援嘅啫。天台係唔一定係避難層，因為嗰個天台可能俾人賣咗出去嘅。如果佢係避難層就一定唔可以拆。如果佢鎖咗，你就即刻話俾你物管知嗌佢開翻。如果佢唔係開，你就打123。一般消防設備係有後備電源，就算冇後備電源咧，佢有後備電池。In case 大廈主電源冇電，佢係有個後備電源咧，去令到確保啲綠色牌全部着燈，鐘係響。如果你係有花灑頭就會噴水，煙霧探測器嘅就會響。新例底下開放式廚房係要有 sprinkler 同埋煙霧探測器嘅，你唔好自己拆咗佢，亦都唔好擋住佢。